國際上要緊，先來看這世界盃骹球賽，因的球迷是非常熱情。講到這世界盃骹球賽呢，已經來到尾聲咯。那呢，挪威國家隊雖然佇咧世界盃骹球賽呢到前8強爾，不過13登到因的國家是受到幾多萬人熱情的歡迎。那這世界盃的4強賽呢，佇咧台灣時間15、16這2天舉行。法國是要對戰西班牙，英格蘭是要對戰阿根廷。在挪威世界盃國家隊球員的飛行機慢慢的駛入跑道，機場特別出動傳統水禮炮迎接英雄回國。前鋒哈蘭德甲其他球員行出飛行機，手提德州杯的細型標本酒館特別翕目。挪威國家隊繼28年重返世界盃，雖然態輸英格蘭佇本屆世界盃8強停止，也毋過哈蘭德第6擺參與的世界盃共27球表現真好，球隊更加寫落最佳比賽紀錄，贏得挪威全國的驕傲。挪威王儲哈康佇紅場廣場親自結果，帶領國家隊球員甲900多名民眾進行回家悲存，那安慰無法度晉級的遺憾，也凝聚全國民眾的心。本屆世界盃4強。會由法國對上西班牙，甲英格蘭對上阿根廷。法國甲西班牙為開始踢到當攏無失敗過，由頂屆金靴獎得主姆巴佩領軍的法國隊，目前是國際世界排名頭9，面對法國真好的紀錄。13多滿19歲西班牙前鋒亞馬爾表示，西班牙是歐洲冠軍，無咧驚任何挑戰。Bueno, un partido muy bonito para el espectador, para el español, para el francés. Yo creo que es uno de los partidos que todo el mundo quería que。英格蘭對上阿根廷比賽，除了骹球場的征戰，也擔負能夠關注80年代福克蘭戰爭的歷史對決。這也是39歲阿根廷球王梅西頭一擺正式比賽對上由前鋒凱恩領軍的英格蘭。英格蘭隊門將接受訪問的時表示，會當甲傳奇梅西對戰真公平。英格蘭也有充足的實力挑戰阿根廷。Everyone will talk about Messi because he's one of the go-to of the game, but you can't look past how the ability and the talent we've got in the squad. 世界盃決賽毋但球場內競爭激烈，場外也有世界盃歷年來頭一擺的中場秀表演。國際骹球總會甲非營利組織全球公認合作，由科玩樂團主唱克里斯馬丁用悉尼場邊邀請馬丹娜夏奇拉、韓國天團 BTS、小賈斯汀等藝人做11分鐘的演出。這場盛會目標是募集1億美金教育基金，為全球弱勢囡仔提供教育甲骹球發展的機會。公視新聞劉淑芬編譯。